关心新北市伫进前有接到几若件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，钱是拢互骗了了。警方有动员上百人去10个所在敲，尾也嘛有抓到14个人到案。专案即马是依照刑法的诈欺罪、洗钱防治法、银行法以上法办。警察用铁条弄大门，要破坏铁门，进入诈骗集团的据点。手铐。这30查甫人涉嫌虚拟诈骗，3年外至少100人受害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家里。那我们进去找他一下。另外一边摇臂嫌犯，警方提搜索票，将嫌犯抓到位。在房间内底，嫌犯看到警方上门，动工去。警方调查姓林甲姓潘查甫人等人组成诈欺集团，透过网络社群软体发送信息，用话术骗被害者投资虚拟货币。讲是伫国内外有名交易所证实。检警伫台北、新北、台中等10个地点进行搜查，总共抓14个人到案。现场查扣了现金新台币1亿1152万余元，以及各类型的虚拟币，那总价值呢是1亿800多万元。那从现场查扣的现金以及虚拟币的部分，总共加起来总计达2.2亿元。警方出动4台点钱的机器，规暝来点，用4点钟才清点了。台北地检署以违反银行法刑罚禁见姓潘、姓林2个嫌犯，包括空运公司干部等7人继续追查，其他共犯3到20万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